好，今天可愛小 T， 對不起，說錯。大家好，今日可愛小 Kitty 同我練人玩你選我圈大挑戰，邊個開始？由邊度開始？OK， 三定冇啊？三咯。OK， 我第幾行第幾個？7行3，一行2。7行3個，第7 1 2 3 4 5 6 7行第幾個啊？7行3。OK， 好核突啊！係啊，3啊！呢件衫核突到死啊！哇，係3個打買1送1。哇，係我都冇過睇咗你啦個咁樣，但你真係啊！記得牙的荷包蛋。你3行。記得牙的荷包蛋。3行3，咁你就2行3。我3行3褲有冇啊？3行3，呢個你想同我搭啲乜？哇！你同我拍啊！真係想同我搭啊！你想同我搭啊？不可思議！嘎哒嘎哒。因為每次揀錯都係抽錯嚟。OK， 下一題。冇。你啊？1行3。咁你就4行3。1行3。咦？點解係我放咗金嗰個嘅？即係金個雙成嗰個60蛋幣嗰個頭髮啊！點解放咗金嗰個咧？同埋同你個蛋。驚呆了！徹底驚呆了！怎麼我給你大了？你真唔係開頭諗到啲點解我哋係同我當對套裝嚟嘅？好似我係最後眼鏡而家。眼鏡啦。金幣金幣。7行1。咁你就5行1。7行1。1 2 3 4，係啊，4 5 6 7， 7行1，好核突啊！加打滿，超核突啊！我呢個仲核突啊！呢個咁似好似配咗咁樣嘅。來不及。你同我配啲乜㗎？你3月？我未聽錯。我冇同你答得咁好，你竟然同我答啲咁核突嘅嘢？搞快點，搞快點！回答我，否則我就。哇！你抽咗啊！我冇抽我個皮膚，我哋抽咗動作，否則我就。看看我的小舅舅。你快點給我搭一套好看的。1行1。我哋試啦，你重嚟啦。背包。我背包1行1啦。你想買啲乜啊？好核突啊呢個！一啲都唔得。OK， 我哋唔理啦，你下一套啦，重新嚟過。我哋嚟第2次啦，粉絲們。OK， 首先冇啦，冇問題。首先冇啦，首先冇啦。你就1行1啦。好啊。咁我咧？冇啊。係。你啊？4行1。你上面做咩又喺度同我搭啲男裝啊？哇，好靚啊！呢個好靚。來不及。如果換個紫色咁好。救命啊！你好啦，繼續。記錯好強。記得牙的荷包蛋。我要走啦，拜拜。我冇走啊，其實喺度我就。你快啲行翻過嚟啦。救命啊！你粉絲又揾到你啦。在伙伴的幫助下，我也能吹出。你唔打電話俾我。邊個？我話銷售係仲。記得牙的荷包蛋。唔係就揾銷售。哇！
OK， 我哋繼續啦。跟住係3行1啦，你有3行1，咁你就2行1啦，我3行1。咁又學答嗰套啊？咁又係我2、3個嚟咗3次啦。你回答我點解又係呢件衫？OK， 敷啦。搞快點，4行3，你就3行1啦。4行3，1、2、3、4，4行3。你終於同我答咗套有啲襯啲嘅啦。潮流打碼1送1，潮流打碼1送1，潮流打碼1送1，潮流打碼1送1。你咁似爺爺裝嘅。潮流打碼1送1，潮流打碼1送1。OK， 眼鏡你9行1，咁你就5行1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行1。你真係想要我做潮流打碼？我係你真係想我做潮流打嘅喎？你睇唔我係最跟住配色，你就6行1啦。咁我咧1、2、3、4行1。你可配個潮流蛋裝啫喎，真係。哇係，一個咁好嘅嘢，我係最後配色，轉個面俾粉絲們睇下。搞快點。3，咁你就7行1啦。4行3啊？你同我換上個錯過嘅配色做乜啊？咁粉絲們，今日我哋就去到呢度啦，拜拜。